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释甲正文第11页，解释甲正文第11页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释甲第9节，就是解释甲善知识、世人将日口念八节，讲甲迄个所在。即摆应该所咧解释就是讲，不识自性八节，犹如说实不报。这是慧能大师所开示的，讲善知识啊，咱世间人，一个感呢，伫咧念八节，但是呢，只有在嘴伫咧念。在嘴伫咧念，假若啊，你若是不识自性八节，就是讲对自性八节呢，你自己无所了悟、无所了知，也哪呢？摕一个譬如啊，敢若像是讲说实不报，就像咱人。伫咧讲迄个食诶物件，还是将喙伫咧讲啊，毋是实在食落去，所以袂饱。就等于讲无物件好食诶人，想起讲过去捌食着啥物好食诶料理，想起即个料理足爱食诶，伫咧讲啦，即料理是偌好食，内底是啥物款诶料。是安怎样煮，也将喙一直咧讲，但喙讲较济呢，根本啊，腹肚嘛是袂饱，因为你无确实甲食落去。所以在《楞严经》我来讲，虽有道门，若不修行，亦不稳定。如人说实，将不能报。楞严经所讲意思，就是讲，虽然啊有多听闻佛法，假若若是无修行呢，听等于无听。为什么呢？听佛法的重要，就是要修行。既然听佛法了，无修行，安尼有听等于无听。就敢若像一个人，伫咧讲好食的物件。毋过呢，是将喙讲的啦。啥物物件是偌好食，是偌好食，将喙讲的，究竟呢，腹肚嘛是袂饱。在《华严经》的记文来讲，讲依法不修行，道门亦如是。如人说微善，自我而不识。讲对佛法无修行。虽然是讲道门呢，也无路用，就参像来准备啊，真正坐迄个好的物件，也自己呢，伫咧枵，也无要甲伊食。虽然是讲腹肚枵，你无甲伊食，无甲伊食袂饱啦。这就是遮所讲的如说实不报。迄边讲口但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将无有益。讲你在喙啊，只有来讲这个空，应该就是讲只有在喙伫咧讲迄个空。你这个空是在你喙尾啊伫咧讲的，毋是实在你内心有了解空的意义。什么是空呢？因缘所生的究竟无体。所以就是空啦。咱世间一切拢就是由因缘所生之法，因缘所生之法啦，究竟是无实体，所以是空。在《大智度论》有安尼伫咧讲，讲有人言观我因无我，无我所，是名为空。就是讲有人安尼讲啦。讲用个智慧来去甲伊
观五蕴呢是无一个我，也无我所以名叫做讲空啦。因为这个五蕴乃是色受想行识这五项的加合。既然是这种加合啊，当然无实在我，无我的存在，当然也无我所有的存在，这就是空啦。在《大智度论》第20安尼讲，讲一切诸法呢是将因缘生，将因缘生的物件是无自性，因为无自性，所以是空啦。同时，在《大智度论》的第46，有18种的空的意义。第一就是类空，第二月空，第三类月空，第四空空，第五大空，第六是第二空，第七有为空，第八无为空，第九毕竟空，第10是无事空，第11散空，第12叫做性空，第13自相空，第14自法空，第15是不可得空，第16无法空，第17是有法空，第18是无法有法空。这就是在大智度论内底所讲的18空义。对这个18空义，咱看大智度论呢，会当我来详细了解。伫这所在，伫咧讲口但说空，意思就是讲，只有在嘴伫咧讲啊，也心呢都无伫咧实行。若讲做嘴讲，心无伫咧实行呢？意思就是讲，嘴伫咧讲世间一切法拢空。那既然一切法拢空，咱应该就是爱无执着、无看界才会使。不过虽然啊，嘴伫咧讲这个空，讲甲空花乱对，却是处处执着，处处障碍。安尼你嘴伫咧讲啊，心根本无伫咧体会，心无伫咧行。也那安尼呢，万劫啊，不得见性。劫有小劫、中劫、大劫。小劫一劫是1680万年，1680万年的20倍就是叫做一中劫。4个中劫就是一大劫。世界一生诸坏空呢是属于一大劫，也就是4个20小劫。所以这个劫啊，是时间非常的长。万劫就是讲非常长、非常长的时间，要当互来见性。也可以解讲呢，你若是喙伫咧讲这个空，心无伫咧体会，你无伫咧实行，也那安尼呢，永远啊都无法度来见性，将无有益，结果呢，拢无啥物款的利益。要当互来得到佛法确实的利益。佛法确实的利益，就是讲咱自己体会迄个道理，会当摕起来应用，安尼才有利益啦。像是讲你道理慢，个会晓讲，但是你自己咧无深深去体会，你本身呢无甲摕起来应用，安尼根本啊就虽然是讲了解佛法，我那是无得到佛法的利益。下面讲善知识，无恶不济波罗蜜是梵语，此言大智慧道彼岸，此是心行不在口念。这就是八戒品第2分落的第2段，这就是对八戒的解说，而且呢，根据这个梵语啊，来做一个无八戒波罗蜜的解说。善知识，
慧能大师讲到这个所在，搁再称呼大家善知识，真客气啊。讲摩诃巴遮波罗蜜这几句啊，这是梵语。梵语呢，就是印度话。印度为什么叫做讲做梵语呢？因为因自己啦，讲因是属于梵天所生，因是梵天的后裔，所以因所讲的话就是叫做梵语。这是印度人啊，自己安尼讲。但印度的语言文字有梵语，还搁再有巴利语，可能其他呢，还搁再有当其时的一寡地方话，所以语言啊，我那是无啥物统一，尤其是印度是一个真正快的所在。不过咱佛经翻过来，将印度话呢，习惯上拢该叫做讲做梵语。讲摩诃巴遮波罗蜜这几句呢，就是印度的语言，安尼叫做是梵语。次言大智慧道比言，道比言，次就是在指咱中国，言就是讲的意思。讲咱中国讲的呢，就是叫做大智慧道比言，也就是讲将摩诃巴遮波罗蜜的印度话来解翻译做咱中国话呢，就是叫做大智慧道比言。讲此是心行啊，不在口念。这个大智慧道比言啊，是爱咱心来去行，并不是啊在嘴念就可以了。意思就是讲，咱呢对于大智慧道比言这个意义啊，就必须在心肝底来去来体会。必须心行，就是讲在心肝呢来去来体会。也毋是啊，在咱嘴里念的。龙树菩萨人就讲佛法呢是以心为本，以身口为末。心，这是咱体会佛法、修行佛法的根本啦。要咱嘴，咱这个身躯，这是属于基本。按讲是属于基本呢？因为心这是咱行为语言的原动力，有心才会讲话，有这个心才会行动，所以心是根本，身口是基本。咱要来了解这个大智慧道比言，必须在内心去体会这个道理啊，不是讲只有在嘴讲就可以了。大智慧道比言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只要你若是有大智慧呢，会当到达比言。比言呐，就是啊，譬如涅槃，譬如成佛，就是讲你若是有大智慧，会当互斩断烦恼，就会当渡过烦恼的河流，会当互将生死的处间到达成佛之地，到达涅槃的比言。这就是大智慧道比言的意思。但是大智慧道比言必须啊，在心中去体会，不是单单嘴讲尔。讲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电。讲咱若是嘴念啊，也咱心呢无去行，就是讲对这个佛法。只有在嘴伫咧念尔，也咱心呢无去伫咧行。这个心伫咧行，就是讲咱心有去伫咧体会，咱心呢会当照咱去应用。这叫做做心伫咧行咯。那心无伫咧照咱行，就是讲只有啊，敢若嘴讲而已啦。也哪呢？咱必须了解世间一切法呢。是如幻如化，如露如电。这个世间法是一种幻法，
世间法呢是一种无常，愈幻愈化，这是欲迄个希望不是所讲。愈落愈颠是欲迄个无常演变，无常的境伫咧讲。在《摩诃般波罗蜜经》，就是讲这个《摩诃般经》内底啊，有10种的譬喻，来使咱呢了解一切法呢，拢是不实。这10种的譬喻啊，就是讲诸法呢是如幻、如焰、如水中月、如虚空、如响、如乾达波城、如梦、如影、如镜中像、如法。这就是10种的譬喻。这呢，拢就是用空间的存在啊，来说明世间法是一种不实。那这个幻法，在印度过去啊，有真正侪迄个魔术师，有办法呢来变出了象啦、马啦、人啦这物件，也使人看咧，敢若像真诶，但事实上呢，这拢是假。这也就是伫咧，譬如讲，咱世间的一切啦，拢都是幻化不实。这个幻化不实的物质啊，就敢若参像迄个魔术师所变化出来的物件共款。咱有看到迄个魔术师伫咧变魔术啦，毋知咱样去变，但是迄个物件呢，变在面无去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种幻化不实的物件。愈落愈颠。这个露就是讲在是露水，在是露水咧，日头小拍咧就打去了，就无去了，真赶紧就无去。这个颠呢，就是咧指迄个死呐，死一个都无去啊。这种说明世间法是一种的无常心俗的物件。所以假定讲你口伫咧念摩诃遮，心无体会摩诃遮，安尼就袂当好来体会佛法，只是在世间法中。那这世间法一切拢是如幻如化，如露如电。一边讲口念心行，即心口相应。讲假如啦，若是会当好来口念心行。就是讲在喙啊，伫咧念，也心肝呢，会当好来去行，安尼就会当好来心甲口相应。不但是讲你喙伫咧念摩诃遮波罗蜜多，在心肝底诶，你也伫咧去体会这个道理。当然，你心所观想，喙所讲诶呢，就一致了。这个相应就是讲互相一致的意思。一边讲本性是佛啦，理性无别佛。讲你若是当来去做呢，本性就是佛，本性就是咧自然自心的体性。你若是当好讲喙伫咧念，心也伫咧体会。安尼心甲喙会当好一致相应。安尼啊，本性就是佛。在你会当好来心念、口念，迄个所在，那你就会当好自己来去体会到，自心本性就是佛。理性呢是无别佛，离开了你的本性啊，是无另外一个再佛的存在。因为佛或者是讲众生。只是对咱自性的迷，或者是讲误了自性就是佛咯，迷了自性就是众生。所以咱会当好心念、口念，口念心行，心口相应。安尼啊，咱就是误啦。误的人呢，本性的当体就是佛，毋是讲离开了本性，搁再去找一个佛。
你毋免离开本性，本性就是佛。这就是教咱讲，对大智慧道比干摩巴这波罗蜜啦，必须爱在内心去体会。即款下面六祖慧能大师就是进一步来解说来解说智慧的道理。讲和明无恶，无恶是大，心量广大犹如虚空，无有边判，亦无方圆大小，亦非清风赤白，亦无上下中短，亦无真无虚，无是无非，无善无恶，无有调味。即嘛，这就是说明这个大啦。讲和明无恶，讲是啥物名？叫做讲无恶呢？讲无恶是大，讲这个无恶就是大啦。这个无恶是印度话咯，来解翻译咱中国话名叫做讲大。所以咱菩萨中的大菩萨都是菩萨无恶善。咱可以了解无就是大意思。这个大到底也是在指什么款的大呢？就是讲心量广大犹如虚空。讲这个大呀，是在指咱的心，尤其是伫遮所讲这个心呢，是在指心的本体。咱众生心嘛，分为体上用，在起信论内底啊，说明得非常的清楚。也心的本体，伊的量呢，非常的广大，就是讲非常的广阔，非常的大。这个心的广大，摕一个譬如呢，讲敢若像一个虚空，敢若像虚空的啥物呢？讲无有边判，无一个边啦，也无一个迄个界限。这个判呢，就是等于讲。一个水池，这个水池啊边啦，或者是讲这个海边等等，拢无。事实上，这个心量的广大啊，咱是摕虚空来做譬如，来去体会啊心量的广大。不过你若是要认真讲起来，这个虚空呢根本啊，无法度好来譬如心量的广大。因为啊，这个虚空也是在咱的心量之中。这个《楞严经》内底说明得真正清楚，就是讲咱的心的本体，甲这个虚空两个来个比较。这个虚空在咱的心的本体中呢，我那也是啊，真正小的物件，也可以讲就是。这个心会当互包虚空，但是虚空呢是无法度用入咱的心，所以有一个就讲做心包太虚，两就三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也心的广大是大甲呢，无有一个边，所以叫做大义无过啦。这个心的大，无有一项呢，在迄个心的外面。要咱这个虚空，咱看要安怎样来甲伊下这个定义？咱假如若是将一个银河系当作讲是一个世界虚空，也若咧在这个虚空外面，还再有虚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无限的空间中，有真正济银河系，真正济银河系内底有真正济星球，所以呢，也会使甲分内外。但是心量的广大啊，是绝对的大，是大义无过，无有多一项物件在咱的心的本体外面，所以这名叫做无有边判。这个无有边判，正就是在说明心的广大啊，这是无穷无尽，一切拢是包含在心中。讲亦无方圆大小，讲当伊是这个心量的大呢，
也无有讲是属于方的。这个方就是四角的，圆就是讲圆的，或者是讲偌大，或者是讲偌小。这个方圆大小咧，这是世间法。物件若毋是圆的，就是四角的，就是扁的。总有伊的形体啦。物件有大有小，而且这个大甲小呢，这拢是相对态。变咩一个物件大是大到偌大，小是小到偌小啊？当然呢，就是讲一个物件甲一个物件摕来甲比较就可以了解。比如讲一个拄仔，若是一尺四方，这算讲细细个尔。2尺四方佫较大，10尺四方当然偌大。是讲一间厝，若是讲100平公平较小啊。若200平当然比100平较大咯。这间厝若是1000平，哇，当然甲100平比又佫较大。所以咱世间法啦，一定是有方圆大小。像说是讲一座山嘛是共款啦。这座山偌悬，但是也佫一座比这偌悬咧。这根本呢，拢是一种的世间的对待法。但是心量广大啊，这是超然的物质的存在。所以呢，袂当好以这个物质的方圆大小来个看这个心量，就是讲心量这是广大无边，而且呢，心量应该呢是无形无相的物件。最恳切听众，咱今仔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最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